下面这首歌呢，是在歌手采风之旅中获得的一首牧歌。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由衷的感恩。草原上绿草鲜花盛开盛放，牧民温暖的帐篷里，酥油奶茶飘香千里。下面这位歌者就将用他的歌声带我们走入这美妙的世界。山歌其实就是藏族这个音乐文化类的精髓的一部分。山歌对于我们每一个藏族人来讲的话，都是生活里面的一部分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很多人把这个藏族这个山歌，把它当作是天籁之音来比喻或者来聆听，可能是因为藏族山歌它的高亢、它的婉转、它的动听、它的惆怅、它的辽阔。我觉着能够打动你内心的音乐，和你产生真正的共鸣的声音，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。你也可以。
谢谢扎西。您好，哎，你好。其实呢，这个扎西呢已经带给我们大家天籁了，可是我还是想问一问，扎西，你，每次扎西呢都是那么的感性，让我一跟他说话的时候呢，我就忍不住要看他的表情。为什么每次你在唱完一首歌之后都会流出眼泪呢？因为这首歌，是这样的，这首歌大概在7年前，做那个专辑，然后去小巷去采风，就遇到一位，大概我感觉7年前他是73岁，然后在4年前吧，他去世了，然后当时我采风的时候，就他给我唱的这首歌，然后我想起当这个老人。是因为老人留下的这首歌深深地触动了扎西，所以今天呢，借这个舞台，扎西把这段感情彻底的释放出来。当时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当时可能7年前呢，我也对音乐或者对生命，这个生命这个字，或者说对天籁这个字儿，我是真的是没有多少的了解。从现在今天这个理解，再去回味，再去回想，当年73岁的这个老人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和他那种已经老化了的那个声音，我觉得就是天籁，那就是我们最愿意听的那个声音，就是我们的天籁。扎西非常热爱音乐，尤其是山歌，所以他一直在致力于保护山歌、传承山歌。那我们也要为这样的人来鼓掌，好不好？我们还要请伍仲彤老师来为刚才扎西的演唱做点评。其实我刚才在听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有了翅膀。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翅膀，而歌声是我们的翅膀。但并不是所有的歌声都可以给我们插上翅膀，但是在刚才的歌声里面，我觉得我飞得很高很高，很自由，而且我非常想去你歌中描绘的那个黑帐篷，我觉得那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一些神秘、一些美好，好吗？一定。谢谢扎西，谢谢。黑帐篷包括他的演唱方式，然后他的这个歌词内容跟这个天籁有关。所以我觉得是来自于天上的这种雨水，给了我们一切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挺符合的，所以就选了这首歌。